冇乜嘢比瞓喺一張乾淨嘅床更舒服㗎啦，瞓落去嗰下真係好爽。但如果啱啱瞓低冇幾耐，個鼻就開始塞同脹，咁就一啲都唔舒服啦，仲要擘大個口呼吸，超級難受。其實個真兇未必係感冒，而係你張床入邊嗰啲隱形室友塵蟎。唔好以為張床表面好乾淨，塵蟎係肉眼睇唔到嘅微細爬蟲生物，體型只有0.2至0.3毫米，但可以有好大影響。塵蟎同佢哋啲排泄物係最常見嘅室內致敏源之一，會令你一瞓低就鼻塞、打乞嗤，甚至咳到停唔到。你知唔知普通一張床可能藏住10幾萬到幾百萬隻塵蟎，甚至一個用咗2年嘅枕頭都有成1/10重量係塵蟎屍體同佢哋啲排泄物。塵蟎最中意食我哋每日脫落嘅皮屑，所以除咗床之外，佢哋仲中意住喺梳化、地氈甚至毛公仔入邊。要徹底消滅佢哋幾乎冇可能，但我哋可以令佢哋冇咁好過。盡量少啲用容易藏塵嘅物料，例如毛氈或者厚地氈。屋企可以少鋪地氈，定期用超過60度嘅熱水洗床單等床上用品，保持室內經常開窗通風，同埋定期幫床褥除蟎。屋企放部空氣淨化機，幫手清除空氣入邊嘅塵蟎致敏源。如果你成日夜晚鼻塞、朝早咳，真係要考慮做下塵蟎過敏測試啦。如果情況比較嚴重，醫生可能會建議你長期食藥，甚至做脫敏治療，咁先可以真正擺脫鼻塞同咳嗽嘅煩惱。